千年醫德，薪火相傳，一炷清香，其佑安康。康真君廟慈善會與各方會共賀華佗寶誕，以傳統祭祀致敬醫神濟世精神，祈願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華佗，字元化，東漢末年神醫，精通內外婦儀針灸藥理，尤以麻沸散和五禽戲最為著稱。佢不分貴賤，行醫救人，後世尊其為醫仙，傳說修道成仙，化作華佗仙翁，庇佑百姓，千古流芳。康真君廟呢座百年古廟，承載住澳門華商守護醫道嘅初心，華佗先師懸壺濟世嘅精神，早已融入濠江血脈。華佗寶誕活動已踏入20年，今年更融入現代健康關懷。大龍鳳茶樓款待7旬以上長者，彰顯醫者仁心嘅當代實踐。從傳統祭祀到健康科普活動，以醫為橋，既傳承敬老美德，更推動全民健康。華佗精神正在新時代煥發生機，方寸妙語間，傳統與現代交融，見證澳門守護中華文化嘅赤子之心。